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：青食都无够，哪有通晒干？伊的意思是讲，青的物件都无够食，哪阁有剩的通晒干来囥？台湾早期的农业社会，若是生产的菜色甲肉类有量上的，拢会摕来晒干，欠得豆豆仔食。毋过，若是日子较歹过，根本就无通有剩，哪有物件通好晒干？所摆即句俗谚表示生活真艰苦，即阵日子都强要过袂落去啊！莫讲是将来。可比讲，逐个月领的钱，敢若会当3顿食粗饱。若是有人要借钱，咱就会使讲：我青食都无够，哪有通互你晒干啊？以上，感谢收听。